也是8月23投票日，这投票的内容是包含7位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，甲核三手停炮的公道案。伫咧咱画面的倒手边，目前是会当看到这开票的情形。阮票数的来源是中选会，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更新最新的数据。接落来，就要随带大家来看这罢免案，拢已经确定啊，7位立委的无同意票拢较侪，罢免无通过。即阵就请咱人伫咧台中立委江启臣服务处的台语台记者杨淑晴、曾水佑，带咱来看最新的画面。是主报记者目前伫咧立委江启臣的服务处遐，会当看到有一些民众伫遮，大家的心情拢真激动欢喜。这是因为江启臣罢免案，即阵伫服务处统计票数，无同意票是有6万外票，全过同意票。江启臣也伫拄则出面来感谢乡亲的支持，表示家己因为是副院长真无闲，就是有乡亲斗3工才会当有即斗的结果。也若伫台中其他选区，第2选区江宽恒的罢免也。阁有第3选区杨庆英的罢免，嘛拢是无同意票全过同意票的。不过最后票数嘛是爱以中选会统计为主。面对安尼结果，台中罢免团体也表示，这3位拢是真资深的立委，会当行到今仔日这步的罢免投票，已经大家拢尽全力咯，会尊重民意。以上就是记者伫台中掌握到的最新开票情形，即阵将时间镜头交转去给主播。感谢苏晴，咧台中立委江启臣本人头拄则嘛已经出来回应啊，伊是当开头就强调讲，民国47年823炮战甲台湾守条例，今年823是甲民主守条例。毋望讲这场大罢免就当到这为止，咱来听江启臣现场的回应。首先我必须讲，民国47年也就是67年前的823。我们守住了台湾，今年的823，我们守住了民主，所以在这边我要特别感谢所以在这段时间支持我们、给我们力量、给我们勇气的好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我们相信民主，相信台湾人民的智慧，也相信台湾人民永远会做出一个最好的决定。我想这一次的大罢免的过程，已经造成社会太多的对立，国家也很难团结，所以823的结果已经很清楚，就是终结大罢免，让国家回归正轨，让民主政治回归正轨，让我们的社会回归和谐安定。这回罢免案的投票率整体来看，是比顶一回5成5较低，多数是拢无到5成。台中立委江宽恒的罢免案投票率是有超过5成，是这几案当中较悬的。这阵结果嘛已经出来确认罢免无通过，伊嘛已经出面感谢选民的支持。来看现场情形。好，谢谢。首先，我要感谢这一路以来陪伴着我们。所有的乡亲、伙伴、市民朋友、各位长官、贵宾，陪着我们，不管是风吹日晒雨淋，走过我们选区内的大街小巷，每一个角落，感谢他们来全力的支持。那我们守住了，要继续完成823的大罢免，所以我要更感谢所有愿意站出来，在这个关键时刻。投下不同意罢免这一张选票的所有市民朋友，所有的好朋友，因为大家已经看不下去，执政党荒废国政，专制双标。也那台中市第3选区的立委杨庆英，伊的无同意票是有达到83000多票，是比无同意。伊的无同意票是有达到83000多票，是比同意票加真济。也那这要暗暝5点半的时阵，伊嘛已经出现伫咧服务处发表感言，强调讲会听各界指教。不过伊嘛是同时呼吁热情的政府都要修正路线。我们在非常困难的当中，我所有立法院的同仁，大家兄弟姐妹，革命情感全心全力紧密在一起。尤其我们的卢秀燕市长，他也是全力以赴。我号称他自己选举都没有比我们在选举他更加的努力。我想我们的庭委罗委员，他也是在苦战
当中，他现在是我的学长，是罢免的学长，我是他的学妹哦，所以我希望我们透过这一次，我还是充分的建议政府倾听民意，赶快回归治理正轨，让台湾找出一条理性的出路。